咱三个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祝福，通互阮进入到伫10月份，嘛进入到伫一年上恶尾的季节，也就是10月份、11月份、甲12月份。这嘛代表一个年准备要结束。恳求上帝教阮三甲同在，固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灵，嘛，互阮通过伫今仔日的礼拜，包括阮伫今日也有圣礼典，拢求上帝来保守，有主你的临在，通互阮经历着平安。愿主你的圣神嘛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即2-3礼拜来看见着咱台湾，虽然因为疫情的缘故，互咱生活不止啊无方便，却是咱。伫上帝的保守内底，咱的环境愈来愈好，嘛，互咱的生活渐渐咧恢复。尤其伫最近，咱看见着讲即几日，咱本土是零确诊，嘛代表讲可能伫无久的将来，咱若跟政府来降级，就的确会当解封，咱就会当有搁较侪兄弟姊妹。伫礼拜堂三甲来敬拜上帝，总是因为政府的规定，伫咱教会的空间，若要计算的时阵，若照咱的主管机关内政部，就是咱的礼拜堂厅，头前即块扣掉了后，咱爱除以2.25平方公尺，也代表讲伫咱的教会内底，嘛约略会当安尼容纳差不多100人的人数。所以，若假使讲有兄弟姊妹无法度入来到伫礼拜堂做礼拜，或者是爱伫副堂，包括今仔日咱都特别有开放101教室，伫即中间若有造成大家的无方便，嘛请大家来谅解。总是我相信，咱大家若做伙持守伫即个防疫的措施内底的时阵，咱会当搁较紧来恢复咱的生活，咱的聚会。咱求上帝来成做咱的帮助。伫今仔日10月份的第1主日，咱要做伙来领圣餐，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伫咱的教会圣餐上顶，上帝的临在，望咱通过上帝的临在，会当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得到平安，得到祝福。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马可福音书第10章第20到16节，马可福音书第10章第20到16节的经文来互相分享，互相来勉励。伫今仔日，我想伫咱的圣经中间，多谢拄则启义长老所带咱共读遮的圣经，咱通看见着讲遮。的记载内底有咱真熟悉的法利赛人，嘛看见着伫圣经的中间有真微细遮的细囝，总是伫耶稣的教导内底，咱通看见着耶稣面对着法利赛人咧试探性遮的问题，耶稣来指出因的心是硬。相对来讲，耶稣透过细囝来做一个提醒，也就是望所有来跟对耶稣的人，就的确爱亲像细囝共款，因为亲像15节讲的，既若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所以换一句话讲，伫你的人生中间，究竟你要亲像法利赛人迄款心意的人，
或者是要亲像细囝共款，迄款柔软又搁顺服。我想伫今仔即个经文中间，的确互咱看见着伫耶稣的教导内底，耶稣伫16节嘛用伊的行动来甲大家表示，顺服柔软的人，的确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要分享的大声，我邀请咱做伙来看今仔即个金句。今仔即个金句伫马可福音书第10章14节。马可福音书第10章14节，这是台语的版本，咱也会使，咱做伙来读2遍，咱做伙来读2遍哦，3来，让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再来一遍哦，3来，让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好来。华语的，我们来念2次3请，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再一次，请让小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伫今仔即个圣经中间，咱看见着对第2节开始，一直到第12节，才来讲起着离婚的问题。接续，咱看见着对13节到16节，耶稣为细囝祈祷。做基督徒，常常特别伫现在的社会，真侪人拢会来提问：究竟敢会当离婚？这个问题伫耶稣的时代就拄着，毋是即马才有。对旧约到伫新约，咱看见着圣经的教导来甲咱提醒，婚姻的本质需要转来到伫信仰。所以咱做伙掀开咱的圣经，咱来看耶稣安怎样来教导。有关离婚的问题，咱看今仔即个圣经的记载。第2节讲，有法利赛人来就近伊问讲：人离出伊的某通吗？咱注意看，法利赛人这个问题是咧试探耶稣。所以耶稣伫面对着这个试探的时，咱看见着耶稣的反应真紧，颠倒来甲法利赛人问讲：那安尼，摩西的律法是怎样来讲？对着法利赛人，摩西的律法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伫马太福音书，耶稣嘛安尼来提醒伊的学生，咱的好爱比法利赛人更较好。所以通过安尼就知影讲，法利赛人对着这个摩西的命令、摩西的律法是非常的了解。总是今仔日法利赛人因将这个离婚的问题来甲伊做一个调整。来甲即个问题，那亲像有做一个限制共款，要互耶稣来应答的时，要来掠伊的即个空仔棒。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耶稣安尼甲因问的时阵，上时咱咧看有关离婚的问题，咱来转来到伫旧约申命记24章第1节到第4节遮的记载。我想伫旧约的圣经中间。咱会当看见着讲，对旧约到新约，基督教的教义，或者是讲基督教的精神教导内底，拢是真清楚咧甲咱讲，袂使做啥物代志。所以这个袂使，华语叫做不可以，意思就是讲这是一个绝对的，你袂使做假干净，你袂使。行奸淫，袂使杀死人，袂使去贪恋厝边的厝、某、女以及所有一切。总是伫这个绝对的规定中间，要求有另外一种的要求，就是确实。咱若伫英文内底叫做 if， 那如果确实你做啥物代志的时，
就的确会有啥物款的结果。所以，伫《申命记》24章第1节到第4节，咱通过马可福音书也好，或者是以后咱有机会都通过马太福音书来看的时阵，咱通看见着讲，耶稣伫遮的教导中间来点出法利赛人咧论即个法律旁啊。伫咧论法律旁的时阵，法利赛人真信息，因分两种人，两派人的解说。一派人认为讲，某若做唔到任何的代志，若互翁吼无爽快，这就是无合理的事，翁就会当甲伊离婚。所以换一句话讲，若假使讲咱的姊妹，若假使讲小可不嫁，或者是讲目睭大细蕊，互翁无欢喜，那安尼。伫迄个中间，翁就会当甲太太要求要离婚。总是伫即款的思想内底，咱通看见着讲，这是非常歧视女性的一个想法。但是另外一派人，因认为讲若是假使讲是某，只有某犯着即个咱讲对翁婿无忠心的即款的生活的时阵，那安尼。咱通看见着讲，翁会当来要求某来离婚。所以今仔日咱通看见着讲，法利赛人咧问耶稣，法利赛人咧问耶稣是关系到会使甲袂使的问题啦。法利赛人咧问耶稣讲会使甲袂使即个问题的时阵，咱亲像一个陷阱，伫遐要互耶穌来应。你若讲会使离婚，那安尼？你意思就是讲，即个婚姻会使无有责任，但是你若讲袂使离婚，又搁甲摩西的命令有交叉着，安尼那亲像有颠倒。所以伫即个中间，反正耶稣的智慧，耶稣来甲法利赛人讲：恁的心意啊，恁的心意。心意，咱伫读圣经的中间，咱拢真清楚看见着讲出来记记法律的心意。迄个心意代表人咧固执，咧固执啥？固执人为着家己的欲望，伫即中间要表现家己。所以咧解说这段经文，咧看耶稣咧甲法利赛人咧对话的中间，会当看见着讲。马可福音书伫遮的记载内底咧说明人失去原生伫上帝面前迄个真理想的地位。什么叫做人伫即个上帝面前理想的地位？就是伫每一次咱伫教会咧合婚的时阵，咱拢会来甲咱的会友讲，婚姻是啥？婚姻是上帝所立立。这个立例是透过夫妇上帝所配合，所以伫咱这本圣礼典这本册，也是咱台湾基督长的教会信仰教制委员会所编制，咱做一个长老教会的兄弟，爱清楚知影，爱用敬畏的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意思就是讲，咱面对着婚姻的时阵，咱应该是爱知影讲，这是上帝的立例，上帝咧掌权，毋是今仔日用人的意思来认为讲，今仔日我若无爱这个负责人的时阵，我就甲伊离婚，或者是讲我要满足我家己的欲望，要爱这个姊妹，所以我就甲伊占有，毋是活伫迄款男性主义的即款的思想内底，然后咧。活伫迄款肉体的结合，甲满足欲望的需要，递到互女性来受歧视，或者是互姊妹来受到看轻。所以耶稣咧面对法利赛人这个回应中间，针对用着结婚的目的来满足家己的快乐的时阵，耶稣望因才会查甫人爱倒来到伫婚姻的责任内底来重新知影。这甲信仰是真有关系，
所以当耶稣咧教导遮个法利赛人的中间，教导了后，咱通看起就讲，耶稣的学生伫即中间看起就讲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咱看起就耶稣不止熬借题发挥啦，用细囝来去譬如人若心意无法度入上帝的国，嘛无法度成做上帝的子民，反倒爱亲像遮个细囝共款，爱迄款心柔软，然后迄个心会当单纯来去接受上帝的主权。所以你手头若有华语的圣经，你注意甲看的时阵，25节，伊讲：既若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决断袂得入去。华语的圣经讲：凡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上帝主权的人，不能成为他的子民。意思就是讲，咱的心爱柔软。咱的心爱开阔，所以我近摆若读到这段圣经的时阵，我就会去想到泰戈尔这个诗人，伊有来写一篇故事。咱大家拢真清楚泰戈尔这位诗人是一个文学家，伊有来讲起到一个故事，不知深熟，短短几句尔。伊讲有一遍伫伊的故乡。伫庄头，伊看见着两个囡仔伫遐玩家。这两个囡仔伫遮玩家，安尼两个囡仔安尼玩甲安尼，不知对立的时阵，想讲这两个囡仔可能是到是大人两个家庭爱来小陪会。所以泰戈尔伫迄中间嘛想讲这别人的囡仔咱唔通管，所以放互因伫遐玩，所以是到要安怎发展，互因去，家己去安尼。结果无想到讲泰戈尔挖一个心，伫遐甲人开讲，前后无几分钟的时间，两个原底咧冤家的囡仔，却是走去伫溪边。摕石头伫遐，两个伫遐画涂骹，伫遐佚佗，伫遐耍即个水。这个故事不知深熟，为什么呢？因为原底咧冤家的囡仔，才无几分钟的时间，却是带去溪边伫遐摕石头伫遐安尼涂骹画，伫遐佚佗，伫遐有讲有笑，然后伫迄中间有真好的互动。这就是囡仔，真单纯的囡仔，袂去想到讲，咱是冤仇人，你偷食我的糖你偷摕我的红仔票，所以呢，我无要甲你做好朋友。所以咱咧看这个囡仔的时阵，特别咱看主日学的细囝真古锥。那亲像安尼有冤家，甚至安尼有对立的时阵，却是挖一个心，两个又搁手牵手伫遐安尼佚佗，伫遐安尼相亲。所以耶稣伫遮咧教导的意思，就是讲，咱迄个心敢会当柔软，敢会当有顺服，毋是用着家己的意思，伫迄中间来造成生活性命的脱界。各位兄弟姊妹。我想伫今仔日个圣经中间，互咱的确会当开始去想。如果你手头若有圣经的兄弟，牧师特别邀请你特别来从第5节。第5节则讲心意伫希伯来文的解说就是固执。然后咱来对照伫15节，迄个承接上帝的国。心意甲承接上帝的国，通互咱开始去做一个思考。固执伫犹太人的观念中间，咱的心肠咱的肠特别是咱的肠内底
是抗情感、感情。所以咱华语讲怜悯的心肠，意思就是讲，咱迄个感情拢藏伫肠仔内底。所以固执的意思就是讲，人无感情啊，人迄个感情已经无去啊，所以人只有用着家己的欲望、家己的意思，伫即中间来看代志。所以耶稣认为，这个法利赛人伫婚姻的态度顶面是虚假。伫婚姻的态度中间，大部分人要为着姊妹伫遐设想，所以伫迄款的责任中间，无扮演一个有责任的翁婿。所以法利赛人为着家己的欲望甲意思，来扭曲摩西的命令。所以伫即中间，咱爱来想伫咱教会每一次的合婚，牧师拢会摕即本。这本是咱长老教会咱这个教派真要紧的一本册，因为这是信用甲教制的规定。所以会读一句话叫做啥？拄则我互咱大家看，婚姻是上帝立理，翁某是上帝所配合，所以应当爱用敬畏的心领受上帝的祝福。咱看见着，咱的长老教会伫礼典部中间，甲咱提醒，婚姻是上帝咧掌管。所以今仔日咱会当甲咱的姊妹，或者是甲咱的翁婿来合婚，这是上帝的安排。而且转来到伫旧约的圣经，看上帝的创造。上帝伫创造的内底，互咱看见着有性别，所以上帝通过性别，互人会当结合。所以咱台湾话真有意思哦。咱台湾话结婚，确实咱伫教会内底，咱拢讲啥合婚，意思就是讲夹起来，伫性别甲性别的中间夹起来的时阵，成做婚姻。总是因为婚姻是上帝的立理，所以结婚的人，咱爱真清楚的，就是讲，咱爱用敬畏的心来去看上帝对咱的安排。所以唔通讲啊，因为太太不给兔唇，或者是讲鼻仔安尼，亲像牧师遮大坑的时阵，咱要甲离婚，袂使。或者是讲今仔日咱看这个太太。煮饭煮了臭味大无好食，咱就要甲离婚，毋是安尼。是伫对着上帝安排内底，会当伫婚姻的中间，会当人伫生活内底互相帮衬扶持啦。确实上帝好意，互人的意念所取代，人用着家己的意思来超越上帝，所以。失去敬畏上帝的心，伫婚姻内底来失去祝福。所以耶稣伫今仔日个教导内底真清楚咧，互咱思考：咱要领受祝福，咱要进入到伫上帝的国家，做是一个上帝的子民的时阵，爱亲像伊单纯柔软、顺服的人。才通得到真正的福气甲喜乐。各位兄弟，这来互咱开始思考马可福音书所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顺服。但是这个顺服，请会记住，是顺服上帝。这个顺服嘛是互咱定心去想，耶稣的教导。帮助咱转来到底上帝的秩序，我们回到上帝的秩序来活出敬畏的心，用谦卑来看待上帝的旨意。所以，安尼看的时阵，咱就会当开始理解马可福音书的耶稣，伫圣经学者的解说内底，常常拢是用着罗卜的形象来互咱来去参考。
嘛通互咱开始去想顺服对着耶稣的重要，因为伊顺服上帝，所以伊完成上帝救赎人的计划。各位兄弟，咱倒来伫信仰，咱倒来伫咱的生活开始思想的时阵，咱面对上帝的主权，应当就爱亲像囡仔的心共款，有柔软，有顺服。那假使个人的主观又搁固执大过上帝，又搁怎样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各位兄弟姊妹，通过今仔日个信息，咱来看咱的生活，特别伫咱现今的社会，咱真容易甲代志吼，二分化。什么叫做二分化？就是是还是毋是，对还是毋对，可以或不可以。咱拢甲代志讲甲足简单，会使甲袂使。二分化了后，咱看起就讲，伫铁壳的解说内底，这渐渐会安那呢？有气，有气的时阵，伫铁壳的解说，这叫做疏离啊，疏远。所以，伫二分化的这个社会中间，一旦有气的时，咱就发现到一个足严肃的问题，也就是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开始有真侪冲突甲罪恶。因为安那意识形态伫这中间开始作怪，所以因为意识形态伫这开始作怪的时阵，咱就无法度真正去了解实际的状况。所以咱看起着台湾的社会，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经济，无论是教育，甚至伫文化，因为二分法所产生迄个疏离感，愈有愈开的时，社会就愈来愈无法度来进步。当来到伫宗教来讲，咱若看起着讲，伫宗教的层面，咱真容易用着即款对毋对，即款的方式来去看咱身边的人或者是代志。所以因为安尼，真侪遮错误的解说，或者是有一寡自以为意的宗教人士，互信仰无法度有活泼和真实。伫顶礼拜差不多拜4拜5的时阵，差不多全台湾的牧师一半以上，拢会收到一个真趣味的简讯，也就是咧讨论伫韩国即马有一出电影叫做《鱿鱼游戏》。这出电影我毋捌看过。总是这出电影伫差不多拜4拜5我差不多大多数的牧师拢有收到这篇文章，就是咧讲起着讲，韩国的这出电影，现主是上届对着基督教有足大的批评。伊批评的目的，也就是来指出讲，基督教即马却成做韩国社会一个真大的一个冲突。可能咱在座的人会想讲，韩国毋是基督教的国家吗？但是这出电影反映出伫韩国的社会，因用意识形态开始将韩国的社会二分化，用宗教的溃烂去要求政府，你的教科书就要安怎写，
或者是讲用着宗教的权力来去要求社会怎样去看待无共款的人。所以这出电影一开始演的时阵，伊来演出讲，一个牧师坐伫一个密室，即个讲无道友的边仔的时阵，要甲传道理，结果即个无道友甲即个牧师请伊离开。意思就是讲，伫我的生活内底拄过太侪遮的牧师要来甲我传道理，你毋免来啊，请你走。即个意思就是咧讲起着讲。教会或者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内底，伫社会制造太侪约束，或者是讲无法度有友善的态度去看待无共款的人，所以社会的接受度降低，或者是对着基督教愈来愈反感。所以若安尼的时阵，咱来思想。今仔日法利赛人问的这个问题，敢会使离婚？这个问题，牧师要挑战咱，这甲救恩敢有关系？甲咱的得救敢有关系？今仔日咱用着太侪遮束缚无友善的规矩来限制，或者是去对待有。甲咱无共款信仰人的时阵，这甲得救敢有关系？各位兄弟姊妹，咱咧看圣经，咱咧思想这信仰的课题的时阵，咱要清楚知影讲，凡事拢一定爱甲得救有关系。所以若是安尼的时阵，咱的想法。咱的信仰，包括教会的事工，就的确爱甲得救有关系。明年咱的教会要150周年，明年嘛是北台湾所有的教会要迎旨，马街宣告150周年。伫即个150周年的下面，咱开始爱想，咱的福音敢有兴？咱的性命敢有新？我想，咱已经到伫10月份，时间足紧，两边就准备要感恩节，两边就要圣诞节，两边就要跨年啦。那假使讲，咱的心无法度亲像囡仔共款，安尼柔软顺服，面对着上帝旨意的时阵，反倒安尼用着家己的意思，掠做家己，啥物拢捌。那安尼，上帝的祝福他会临到伫咱的中间。我想这是互咱有真大的功课做伙来学习。特别伫咱教会陆续爱去面对着150周年的活动，马街大楼的起造，牧师真期待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爱去想，咱的福音爱兴，咱的性命爱新，咱才有法度去顺服、柔软。来进入到伫上帝的国，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疼痛。各位兄弟姊妹，上帝的祝福要临到伫亲像囡仔的人身上。求主来成做咱的帮助，互圣神来将咱固执的心，互伊柔软，互伊单纯。就咱亲像上帝早前创造人伫爱甸乐园迄款的顺服，互咱来成做上帝国的子民。大家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祝福，
来成做阮的帮站。伫10月份的第1主日，阮做伙学习，做伙来进步。愿主甲阮三个同在。当阮伫礼拜的中间，念美也要守圣餐。愿主你拍开阮的心，互阮领受主你的感动，互阮就亲像细囝共款，迄个单纯、迄个柔软，来面对着上帝的旨意的时，阮通领受主你的恩典甲疼痛。愿主你来引带阮，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